今仔日本地有家教的课，毋过昨昏有去上家教的课，我掠准是报顶礼拜甲冤家线请假，我掠准是报迄个课，想袂到是换课吼，毋是讲补课我嘛无问清楚误会搁一直毋过安尼嘛拄仔好有机会着去上号老班的即个认证嘛是讲接触一寡台语听因讲台语。若讲台语讲甲袂歹，别讲拢华语化，无就是拢讲华语较顺，就开始一直讲华语。若毋是安尼，其实拢会当去接触若讲写文字大家想法无共，有的人就是重汉字，有的人是重罗马字，有人重教育部迄套。就无法度去改变别人的想法嘛毋是讲今仔日我坚持的着稳着，就是讲甲家己有下输无，就安尼尔。像讲我学罗马字实在是有够含慢，毋过就变做想讲对我较有帮助有可能台语真好讲甲足老的人，就颠倒排摕去学罗马字因为因就讲啊真好，因就用汉字就会当因就会去联想安尼当然就是加讲台语有伫鼓励讲。大家加讲台语，安尼其实就有够，就是家己的优质而且阁有一寡免钱的即个课程就算爱钱嘛无要紧，是惊讲一直讲汉字是倒一个安尼就较爱困就较袂去上即类的课毋过其他。若讲要讲俗谚语要讲啥物艺巧话对我来讲嘛是真有帮助拢是优质拢是资源我即摆就看较开，较袂去分我要吹啥倒一派的头去先去学白话字有跳淡薄仔去。讲我爱徛爱去我倒一边爱去徛倒一派。毋过，就发生讲即个白话字的即个群组，伊较无爱讲别人四界去宣传甲凊彩去找一寡人入来，因无爱安尼因爱。去面试过就是爱主办的每一个校园伊拢知影讲伊是倒位来的较放心。这甲号老的团体阁无共款号老的团体是讲我无爱甲因宣传，因为我想讲因拢强调讲因是较中国派的台语人我就。做摆若替因宣传会变做真侪中国派的我就变做讲有白话字想要替因宣传，伊无爱人安尼黑白宣传，因为因父母的所在号老的团体我毋知影是安怎，毋过我就无按算要甲因的物件去世界去宣传，就较无即种动力安尼嘛真趣味毋过就有因为即件代志就是我甲人宣传，去互人颠倒，互人怨恨我就知影讲莫徛倒一边啦毋免安尼
毋免讲，我一定爱吹杀倒一派啊！要安怎讲？就算我安尼去吹前白话字，白话字的这团体伊嘛是伊嘛袂感激啊！伊就会想讲，这人就是青帮白帮啊，安怎搁安怎？等到我为着讲，徛倒一边，即个原则吼，互我家己加艰苦的。不时就想讲，我爱互大家吼认捌白话字的好处。实在毋免安尼，这就若亲像政党讲，我若讲徛倒一面的政党，其实嘛是安尼呢。安尼我着看讲最近林志坚看伊安补甲安尼，我着替伊艰苦，替伊烦恼。惊讲拢是国民党选调的。想想的，这着甲白话字我去徛倒一边，徛拼音派，徛教育部派，徛汉文派，当然阁有一种是保台文派，就足单纯，就是讲台语尔，讲台语无字派，这嘛有，就变做。毋过这较甲我无接触的机会，若讲台语无字这派，因就是会甲好朋友讲台语，因就袂来群组去学习，就无需要学，我就当然因无学，我就较无机会去接触，变做若讲伫即个线顶，因拢写中文，谁知影伊敢是台语人？这就就变做我家己爱放下，就是毋免讲摕条条讲有一个使命感，其实毋免安尼做。咱当然就算讲阮讲要徛倒一个政党，人嘛袂讲甲你干涉嘛无啊，就若亲像讲白话字安尼，做毋过今仔日嘛是有开始甲因斗捐钱啦。我想讲捐钱我做会到，对因来讲嘛有帮赞因为这是不治的世界。你斗宣传，咱颠倒讲，阮就无爱安尼。若讲你捐钱，白讲阮就无爱遐济钱，这就毋管是倒一派，拢是保险钱济。毋过若去做义工，你了时间甲因开会，这有可能就会有一寡观念无共款，伊会颠倒讲，拜托你莫做，就若亲像讲有喙讲台语的阿母，伊就做诚济，颠倒因即个团体讲，即个伤，做甲伤热情，因不爱安尼。我即摆会当体谅讲，有人讲无爱安尼，你做遐济，颠倒互人气嫌。我就想的讲，白话字的团体就是安尼啊，因有因的原则，因为因想要爱的即个速度，莫讲有较无了解的人，就是毋是家己人啊，就是因对因来讲，就是有分足侪组的外面的家己人啊，阁有安怎无共款的分类安尼我就变做讲若安尼会甲人起冲突起无欢喜，就捐钱，兄钱无人嫌济啊，上优先的无你若讲定定去惊因无人去参加因活动，你定定报名，定定去，去遐都阁无方便去参与，阁无讲话，有可能嘛替互怨叹呢。就是讲，
有时阵有当时啊讲，你著是讲我入去，互因人数较济，啊无著讲斗宣传，人颠倒排安尼，著有一寡代志著毋免做，你著真正有兴趣，真正想要听较去，毋免讲捧场，捧场实在，著是爱较自私的，著为家己想。啊，若要甲因帮赞，著是寄付，著是乌烟，安尼著会好啊。著是甲因甲因的方式著是安尼，莫甲人干涉，有可能伤热心，啊，因若讲想要较做主，啊，有人安尼，有后骹，有可能会安尼想，啊无著讲来啊，佫不爱讲话，因会颠倒去，你好心想讲加一个人数，互因人较济，因颠倒上去，即种人嘛无伫卡，著毋免安尼，做一寡，做一寡颠倒互人嫌诶，做代志毋免做甲颠倒互人嫌。我若讲要家己支持，我支持的方式爱转换，就是寄付，寄付绝对无人会嫌。无听过讲有人讲这个人哪会定定来寄付，这种代志无听过，有人做啥物代志伤热心，每届活动拢参加，啊无就是每届拢会发言，安怎拢有人嫌，就是寄付，用现金来家支持，这是无听过会替人嫌，就是安尼。啊，即马就是调整家己，毋免伤过头去替别人想，啊有时阵人著无爱安尼，这就是做伤济颠倒是互人无欢喜。我嘛会使调整家己，毋免讲去甲无啥物好去，拢是无啥啦。像今仔日就家教的课，可能有真差，实较差，掠准爱上课，结果无上，嘛无要紧呢。我颠倒搁去上别种课，对我来讲，这著无啥，这就是我想要学习的，就是真济代志毋免去要伊，要伊这要伊迄，这是一种束缚，就是，就是安尼。